咧，我想同大家介紹一個叫做7C嘅計劃。呢個計劃係想了解同學喺課堂裏邊你哋一啲經驗，譬如覺唔覺得關愛啦。咁不過咧，呢一個計劃咧需要大家一齊配合嘅喎。我希望同學咧都能夠用一個好正面啦、好誠實嘅一個態度咧，係去填寫一啲問卷，讓我哋知道你哋嘅感覺係點樣樣。咁究竟點做咧？跟住落嚟咧就會謝校長同埋其他嘅老師同大家去解釋噶啦。到時咧，老師就會俾大家一個 QR code， 大家只要利用呢個 QR code 咧，進入問卷平台就得噶啦。咁問卷咧，主要都係問大家一啲課堂經驗發生嘅頻率，例如經常發生、有時發生、好少發生，定係從來都唔發生嘅咧？大家只要需要根據你嘅經驗去回答問題就得噶咯噃。至於嗰啲問題問乜嘢咧？請大家留心聽以下老師嘅講解。第一、第二題問題咧係講緊老師有冇關心我，同埋有冇鼓勵我。呢兩題問題都係想知道咧，老師除咗日常教學之外，咁有冇留意到你啦？有冇知道你嘅感受同埋你嘅需要？咁從日常生活嘅經歷裏邊咧，你可以判斷得到嘅。例如你喺學習上面遇到困難，老師有冇好耐心咁幫助你啦？你唔舒服、情緒低落嘅時候，老師有冇關心你，或者咧去安慰你啦？咁你成績有進步啦，表現好嘅時候，老師有冇鼓勵你呢？從以上嘅生活經驗可以睇到咧，老師係唔係關心學生、關心你嘅？跟住落嚟，我哋會去到第3同埋第4題。第3題，我明白老師教的內容。第4題，我能夠用課堂所學完成功課。喺呢兩題同樣會有4個選項俾你去揀嘅。喺呢個時候你就去諗一諗，平日我喺課堂上邊係咪大部分時間都能夠聽得明老師所講嘅嘢，能夠識得點樣用翻課堂老師教嘅嘢去完成你嘅功課，有大部分嘅時間都能夠答對問題呢？第5條，同學喺老師上堂嘅時候守秩序。我舉個例子啊，喺上堂嘅時候，老師教緊書，你哋係咪都係能夠可以好專心咁樣聽書，唔會自己傾偈呢？第6條，同學會跟隨老師嘅指示學習，即係話老師交俾大家嘅小小任務、大大任務，你都能夠盡力完成嘅。第7題，老師令我喜愛呢個科目。老師做咗好多嘢令到我喜歡呢個科目嘅喎，例如老師會安排唔同嘅課堂活動啦，又或者咧我對呢個科目都係有疑惑，唔同嘅內容有困難嘅時候，老師會用啲好淺白嘅例子去解釋俾我聽啦，又或者用唔同嘅例子令到我咧可以歸納到、明白到呢一科嘅內容，令我漸漸對於呢個科目咧越嚟越理解，我就漸漸喜愛上呢個科目啦。第8條，同學感到老師嘅課堂好有趣味，老師會做好多唔同嘅活動啦，亦都會設計唔同嘅課堂嘅內容啦，例如會有小組嘅討論嘅機會啦，亦都有機會讓同學去分享嘅時間啦，亦都咧有機會俾我哋可能自己去探索啦，去睇 video 啊，又或者去配圖啊，有好多唔同嘅課堂活動，令到我覺得咧呢個課堂咧係好有歸屬感啦，亦都令我更加投入上堂啦，令我咧越嚟越覺得個課堂好有趣味嘅。去到第9條咯，我覺得老師的課堂能刺激我思考，意思即係話老師上堂嘅時候有冇不斷問你哋問題，或者設計一啲課堂活動，能夠讓你哋不斷去思考呢？第10條，老師教授嘅課堂內容很有意義，即係話你學嘅嘢你覺得有冇意義呢？同你自己同你嘅生活有冇關係呢？咦？轉眼又第11題咯喎，第11題係咁講㗎，佢話咧老師讓我哋喺課室裏面有機會小組討論，發表自己嘅意見。咁即係話喺課堂裏面嘅時候，老師有冇組織我哋分成小組，然之後進行討論，到最後我哋會甚至分組去到表達自己嘅意見啦，出嚟去到彙報啦，等等呢一啲咁樣嘅活動咧。另外第12題講嘅係老師喺課堂嘅時候有冇用唔同嘅方法，能夠吸引我哋繼續積極去到上堂呢？舉個例，老師會唔會舉辦一啲活動，例如話比賽啊，又或者用到一啲抽籤嘅形式去到提問啦，
甚至係指派我哋去到回應啊？又或者佢會唔會用一啲資訊科技嘅方法，令我哋利用個 iPad 去到進行啲課堂活動，令我哋更加投入呢？第13點，老師鼓勵我不斷嘅去修正同埋重溫課堂上學到嘅知識。其實呢點係講乜嘢嘅呢？就話老師經常會鼓勵我哋要反思啦。做數學嘅時候，老師會鼓勵我哋要驗算啦。仲有就係要經常重溫課堂上學到嘅知識。而第14點，老師給我嘅回饋同埋意見，能讓我明白如何能夠令到自己進步。咁呢點係講啲乜嘢嘅呢？就話老師經常都會咧俾啲建議我哋啦。仲有就係不斷鼓勵同埋讚賞我哋喎，目的係為咗乜嘢啊？就係想我哋咧知道點樣先能夠令到自己進步。我信你哋做得到。